今日過嚟羅湖按摩就係黃貝玲嘅私日國際水會，位置喺鳳凰路海龍華苑4樓。呢間店之前應該叫方圓會，唔知師兄弟有冇聽過？帶大家入去睇下。搭升降機上4樓，出嚟就到前台。暖色調裝修幾溫馨幾雅致，有2個休息區，右手邊一個，前面仲一個，空間真係幾大。男賓室裝修都唔錯，樹枝形吊燈幾特別，更衣櫃有100-200個，數量真係唔少，毛巾摺到好整齊，夠晒白淨。沖涼房都有10間，算幾多？每間沖涼房都有獨立洗手台，空間唔算大。男賓區仲有恆溫泳池，隔之就係乾蒸房。地方唔細，7-8個人一齊蒸都得。出嚟就到水吧，有提供好多水果飲品，選擇幾多樣。隔次就係餐廳，餐廳仲有桌球台，可以免費打桌球。餐廳裝修都幾有特色。仲有張細茶几，可以坐低同朋友飲茶吹水。水會每日都有自助餐，中午12點、下午6點、凌晨12點。大堂地方唔細，環境光線有啲暗，好啱瞓覺休息。大堂總共有40-50張梳化，全部都有獨立電視。睇下房間環境點樣？呢間係單人房，門口擺咗唔少裝飾品，空間都幾大。我哋都係單人房，細少少，仲有中太房，配套算唔錯，有洗手台。仲有大電視，然後做個按頭兼按腿項目，用手掌輕輕按住小腿，力度啱啱好，好似慢慢將個衣游開咁，有少少酸，但跟住節奏推進，將佢慢慢覺得輕盈。個肩部，技師先沿住肩線慢慢推開，再用指關節喺肩頸位細細力點壓，舒暢咁會不自覺深呼吸，好似壓力慢慢被釋放咁。成個過程節奏好舒服，唔會太刺激，可以慢慢令身體放鬆落嚟。然後再做一個港式按摩，一開始技師用雙手慢慢按壓，令雙腿慢慢放鬆。之後順住小腿肌肉走向右下向上推壓，每下都有均勻節奏，推到佢爭位置，可以感覺肌肉慢慢化開。技師仲會用拇指喺重點係輕點壓，帶嚟由內到外嘅舒緩感。成個過程心急，動作溫和又有力，做完之後雙腳真係輕鬆晒。行路都覺得快好多。私日國際水會呢個場地真係幾大，開咗好多年。雖然裝修唔算新，但配套幾齊，有湯泉、乾蒸房，仲有桌球，每日仲提供3餐自助，就送一湯，質素唔錯。有興趣嘅師兄可以過嚟試下。